歡迎收睇一節天氣報告。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，表示火災危險性頗高。現時氣溫27.6度，相對濕度57%。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，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區嘅相對濕度維持喺60%以下。預測早晚部分時間多雲，明早最低氣溫約24度，日間大致天晴及乾燥，最高氣溫約30度，吹和緩北至東北風。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，重陽節及星期四風勢頗大。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會喺明日影響華南，而一道廣闊雲帶會喺隨後一兩日覆蓋沿岸地區。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會喺下周中期影響廣東沿岸，預料一股季候風補充會喺下周末期間影響華南。今節嘅天氣報告完畢，多謝收睇，拜拜。